想學下點樣用 Extra 筆買嘢唔使俾錢，快啲入嚟睇下啦！第一次呢，就買呢4件產品，睇下幾多錢先。最後4件產品只係俾5個8毫4，7蚊嘅 Extra 筆回贈，同埋4蚊嘅 Extra 筆。第二次就買另外呢4件嘅產品，睇下要幾多錢。另外再買4件產品，用埋優惠券同埋剛才7蚊嘅 Extra 筆。到最後唔使俾錢，最後攞返4蚊同埋2蚊嘅 Extra 筆，可以下次再用。